你叫我来这儿，不会是想让我帮你偷快递吧？我之所以和你们埃萨合作，就是为了还我师傅一个公道。这事就算是我师傅做的，操作也不可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。我们可不可以假设，有人能通过脑机系统重新构建用户看到的画面？脑机系统确实可以跳过人眼，直接向枕叶传递视觉信号。但要想做到这种程度的视觉重构，技术上来说是不可能的。产生这么多的非法数据，埃萨的监管系统怎么可能毫无察觉？那晚公交车的系统故障，你们到现在查清原因了吗？这太离谱了！如果他能躲过埃萨的监管系统，就意味着他在100万人口的白羊市里，可以随意变成任何人，甚至凭空消失。只要找到这个人，就能查清公交车上所有的谜题。但这可能要赌上你和我的职业生涯。你敢吗？那就看你想怎么干了。计划都在这儿了。正在挟持安保人员前往海豚厅。再这么砸下去，海豚的数据系统会被彻底破坏。恢复控制了？为什么外部格会突然袭击海豚的核心部件？因为海豚控制着全市的脑机系统。如果有人在海豚里把自己标记为透明，那么所有用户就都看不见他。你是说，有人利用海豚隐身？
但是利用脑机系统做障眼法，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：一旦关闭海豚这个主机，没有写入缓存的指令都会失效。所以最怕关闭海豚的，就是那个利用它隐身的人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公交车上的女乘客手环断电，但脑机系统仍然保持工作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你今天休想离开这里！今天发生的一切都会算到你头上，我怎么会抓到你呢？我是绿洲医生郎宁，这位是我搭档图一。有人非法侵入了海豚，我俩已经将他引出来了。嫌疑人现在在哪儿？他刚逃走。马上封锁周边区域，所有安保人员马上退出脑机系统。你在我师父脑子里看到的都是真的。现在当务之急是弄清风群章，还有那个能隐身的高手。这事背后，肯定还有更大的一盘棋。那现在你想怎么办？你到站了，下车。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来找古丽的吧？不是，我来拿药。其实回火烧店也挺好的，和绿洲那些人在一起并不适合你。你要想通了，我帮你把店买下来，至少有个事儿干。对不起啊。谢谢啊。那位，我有你想要的答案。今晚来市博物馆，不是舞厅。你打错了吧？你母亲吴梅曾经托我给你留下一样东西，我觉得你可能会需要的。你是谁？晚上见。2万多年前的玉木冰期，地球上存在着不止一种人类，我们的祖先智人却瘦弱矮小，但他们却最终战胜了冰河时代凛冽的环境。演化的脚步永不停止，我们的大脑会发生第2次突变，这会让我们进入全新的进化高度。你把我约来，就是听你讲历史课吗？你恐怕没明白我的意思。我讲的不是历史，而是未来。什么未来？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人类的未来。第2次突变已经开始，谁也不可能阻止它。拥有开放的大脑将把人类带进一个全新的时代，而这个突变的原点，就是你的母亲，吴梅。我要去这儿。天活农场，你母亲的大脑具备先天的开放性，她的脑完全不受鱼群的拘束，所以她并不是病死的，对吧？张小泉看见有人取出她的脑，这是不是也跟你有关？让他
到底给我留了什么东西？他留给你的，可能是这世上最珍贵的财富，是改变人类未来的钥匙。老嫂，哎，哦，来客人了，坐。总部的同事要来农场看一下，我估计有啥事要问。你的病，并不是癫痫，而是失去鱼群的副作用。你继承你母亲大脑的特殊性，当然，我知道你短时间不可能接受这个事实。但你要相信，这绝对不是病，就是这个特征，让你拥有了进入那个世界的资格。一切都是进化道路上的必然。你有能力和我一起探索这个新世界，你必须承担起这份责任。你拿一车人的性命做实验，张小泉也成了你的牺牲品，这样的未来没有人想要，也不会开始。自从脑机系统问世的那天起，人类就已经打开了大脑的黑门，是他们加速了蜂群化社会的进程。如果没有脑机系统作为平台，也不可能出现你们所说的蜂群症。我只不过是通过实验，测试蜂群思维所产生的超意识。我必须成功，趁现在还来得及。这样小泉的牺牲才不会枉费。让这么多人付出代价，你有想过他们的感受吗？想撤？我需要你的帮助。你能在小泉的脑宇宙里进入那个世界，绝对不是偶然。这证明人脑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宏大。这一定会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蜂群思维。我知道，你现在肯定觉得我疯了。你可以不相信我，你去找阿曼努尔，他会告诉你想要的全部真相。那个时候，你会回来找我的。你认识阿曼博士？你究竟是谁？你这么想拉拢我，总该告诉我名字吧？那这个最年轻的小伙子，你有印象吗？哦，对，那个小伙子我有印象，我叫袁志仁。袁志仁，这名字啥的都不重要。回来，我的问题还没问完。我妈究竟是怎么死的？你站住！你是不是先解释一下？哦，他给我的，他叫袁志仁。不过古力帮我查过了，这具外骨骼是干净的，只是被解锁了自主权限，还锁定了我为寄主。为什么约在这儿？这你比我清楚，除非他能在水上漂着。否则他听不到我们说话。你终于学聪明了。我有个计划，可以查清楚他的底细，只有你能帮我。
你不是被开除了吗？你怎么进来的？维修设备借我用一下。你输了，被罚是要坐牢的。你少废话，干嘛就给你。别叫唤。是他让你来找我的。您和袁志仁是怎么认识的？来，坐。袁志仁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计算神经学家，年轻、勤奋，可惜是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。当然了，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，都很天真。41年，69号项目刚刚开始，我、老柳、小泉还有他，我们的确一起共事过。完了，完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后来他离开了绿洲，我们再也没见过面。我妈是怎么和脑机系统扯上关系的？这件事跟你母亲没有任何关系。我妈的死因并不是癌症，对吧？很多看似复杂的事情，在它背后，只有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。袁志仁说，风群症是因为脑机系统才出现的。风群症，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这种东西，都是臆想。一心想让自己研究名震四海，抛弃良心，捏造出一个不成立的逻辑，最后又得到什么呢？失败了，懊悔，辜负了，迷茫。我妈的脑子是不是他们？我早说过，这个老酒鬼一句实话都不会跟你讲。可我们只有2个人，都进去了，谁做总控？最近艾萨增加了对脑机系统的管控，无论你们想做什么，我只能屏蔽海豚3分钟。如果你们不能及时出来，我们3个就等着吃牢饭吧。知道了，我要提醒你，每个人的神经元放电模式并不相似，你也许不会像上次那样。如果你现在后悔，你把我弄出来就行了，我是死是活自己担着。你俩不会又想进去吧？图一你不要命了，上回干好你自己的事儿。功能电4个单位。还是那么暴躁。他没掉线吧？没有，跟个膏药一样，贴得死死的，走不掉。这个图一究竟是个什么怪物啊？持有时间还太长了。放心吧，他死不了。
消散得太快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吴女士，你回去吧，我说过了，他不在呀。我不会耽误他太久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回去吧，啊！吴女士，阿大夫，你可来了。你不是说这个病没有遗传性吗？为什么我儿子也出现了癫痫症状？吴女士，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，这个病非常特殊，我们暂时还没有解决办法。你看，我也离开市医院很久了。你总是这样来找我，真的解决不了问题。那我儿子，他是不是没救了？哎，吴女士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，起来说话！我求求你，救救他！我上个月确诊了肺癌晚期，肯定熬不过半年了。我们都知道，吴女士，你起来说话。这个病折磨了我40年，我没过过一天正常人的日子。小姨她才11岁，她绝对不能和我一样。吴梅，这里是绿洲，不是医院，再这么闹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。你这个病根本不是一般的癫痫，而且病例只有你一个，医学上连个研究先例都没有，怎么可能拿得出治疗的办法？我求求你们！我做什么都行，他还这么小，一个人走不下去。你们的时间还有1分钟，时间一到，海豚发现我们非法运行，肯定会强制关闭系统。到时候谁也少不了。再等等，我们得尽可能为他争取时间。你把他从那里头拉出来，再到下线也需要时间。你们还有最后40秒，别玩命行吗？知道了，时间快到了，你就走下线流程，机会就这一次，就看这小子有没有这个命了。阿大夫，我是吴梅，我在绿洲隔壁的酒店，我有重要的东西要给你，请您务必抽空来一趟。我保证，这是最后一次给您打电话。这么多年来，给您添了不少麻烦，还没有好好感谢您。尤其是遇到我这样的死缠烂打的病人，更让人头疼。但我保证，这是最后一次，因为我今天做了一个决定，一个自私的决定。无论能不能成功，我都要试试，哪怕只有1/1000的可能。
您可以选择取走我的大脑，东西我都准备好了。当然，您也有权离开，就当这一切都没有发生。我知道我这样做确实非常唐突，非常自私，但我真的不希望我的孩子像我一样被这个病折磨一辈子。我没有选择，我的日子不多了。我自愿做这个病症的第一个案例，供你们研究。无论结果如何，如果你选择留下，这就是我请你帮的最后一个忙。如果一切都进行的顺利，小图一有幸能治好，也请不要告诉他这一切。我不想让他永远活在对我的亏欠中。我也希望您能够帮助他，教导他，也许有一天，他也能成为一名像您一样的医生，报答这个世界对他的宽容。阿曼博士，您在吗？你快出来！来人了！时间还没到，你想办法顶住。我怎么顶啊？阿曼博士，你没事吧？阿曼博士，那我进来了，博士。嘘，又喝多了，刚睡。看来老阿颓废这么多年，还是有原因的。这也和我查到的线索一致。你母亲的脑，正是后来69号项目的研究核心。很遗憾，这项研究并没能治好你的病，但却成为了后来研究脑机系统的关键基础。对了，你这些年的生活费，应该也是他们负担的。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？我这个人脾气是暴了点儿，但大是大非还是分得清的。之前那种情况，我只能孤军奋战。我师父的事儿让我开始怀疑所有人：柳长青、阿曼、古丽，还有你。也许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不能说的事儿，当然，也包括我师父。我好像也在天泽见过他。什么时候？在他约我去博物馆的时候，当时他就在我身边。这么说，古丽和姚倩书也是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他在哪儿？哎，你没事吧？后勤出了问题，他们自己打开电子锁，都跑了。这我管不着，我要找照片上这个人。袁叔，你找他干什么？他叫袁志仁，就是策划整个公交事件的人。哎，那个事儿不都已经……公交车的失控并不是意外，所有事情都和他有关。他的目的是散播蜂群症。蜂群症？这不可能！袁叔就是我们天泽的内勤人员，平时只是负责饲养猴子。
袁之人在天泽这么久，你会什么都不知道？你少在这撒野！我真的不知道他做了什么。不过现在看来，今天猴子逃跑，可能不只是这门锁头被拆掉了。后山有监控吗？你最后一次看到袁之人是什么时候？今天早上，我看见他在喂食，没有任何异常。猴子经过训练，可以做到这种程度吗？可以，但需要很长时间。可他每次都是喂完食就走，不可能有时间训练猴子。哎，停好！循环播放这段，放大。这群猴子已经感染了风群症，摘手环，袁之人有可能就在附近。我真诚地邀请你们和我一起见证这个历史性的突破。我知道你们对我有很多误会，但这些都不重要了。奇迹降临在我的梦境，烟花中的秘密，连接着无限未来和过去。延绵刹那之间，生命的文明被改写重叠，新的世界。